物价一直在起，民众是真无奈。希望讲新水约会当倒会起。这个月2日就会开上届工资审议会，劳工团体是主张讲至少爱起4%，上无爱起3%哦。也毋过受到美国扣关税影响，企业的成本是增加，上届工资哦，敢有法度连续10届拢起，大家是拢真关心。今日去菜市啊，大家手零是逛甲大包细包，脚踏车的篮啊嘛底甲甜一甜。毋过，甲较早无共款的是，钱加真无够用，1000块若拍开，会当买物件减真济。以前可能拿1000块出去花，好像还可以买几样东西。现在的话，出门我看大概要3000以上。消费者的经验嘛，呼应劳工团体的诉求。主计总处公布明年 CPI 差不多是1.76%，GDP 预估差不多4.45%。毋过，食物类的计数年增3.69%。医药保健类年增3.05%，互收入较低家庭是搁较恶负担。上届工资审议会会伫2日举行，甲会连续10年拢起，成做外界关注的焦点。劳团迄天嘛去劳动部头前表达诉求，认为上届工资起的幅度爱反映物价起甲经济成长的成果，所以调整的幅度较合理，应该是挖4%。韩国今年的那个的月薪月薪它到以台币来讲是45900。然后时薪来讲是220块，好，这是换算成台币的。那台湾呢？台湾到目前为止是28590块跟190块，好，所以我觉得反映4%是不为过的事情，3%绝对是一个底线。经济发展 GDP 实际上大部分都是高科技产业跟电子产业，它就占了2/3以上的 GDP 了嘛。基本工资有一个最低工资法嘛，也有法律在那边。看看法律怎么做。劳团认为讲，若照4%的幅度来调整，月给就要增加1144块，达到29734块，一点钟的薪水是198块，安尼才有符合劳工基本生活的需求。不过现此时国际情势无稳定，美国加扣关税带来变数，加上企业面临营运成本压悬，上届工资起的幅度若伤大，敢会影响中小企业承担的能力，拢还要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